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真相。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饮食的认知。你知道吗？有超过65%的台湾50岁以上民众，正在身体里面燃烧着一把隐形的火，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把火没有烟，没有痛，却每天每夜在破坏你的心脏、关节还有大脑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吃得很清淡、很健康，但其实这把火正是从厨房里的那瓶油开始烧起来的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新最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我也想知道你是不是正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就打0。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阿姨68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来看诊的时候，膝盖痛到每次要站起来都得扶着桌子试3次才能走路。她的发炎指数 CRP 高得吓人，但她很不解地跟我说：“医师啊，我吃的很少油，都吃得很清淡，怎么身体会越来越差？”我看了她的饮食记录，发现问题不在她吃多少，而在她用什么油。她家厨房用的是大卖场最常见的大豆油、玉米油。她以为这些油便宜又健康，但其实这些油正是让她全身发炎的真正元凶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有78%的慢性发炎问题，都来自于厨房里那瓶你每天在用的油。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这是事实。只要你今天开始搞懂这件事，你的健康可以在3到6个月内出现惊人的改变。那么，怎么知道你的身体里面有煤，有这一把隐形的火呢？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。慢性发炎就像仓库里的一小堆火，没有浓烟，没有味道，但它日夜不停地在烧，慢慢把你的健康烧掉。我整理了5个最常见的发炎警讯，如果你中了3个以上，就代表你体内的火已经烧起来了。第一个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手指关节很僵硬，握拳的时候会感觉卡卡的，好像齿轮生锈了一样。这个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尤其是50岁以后的人。第二个，明明睡得够，却觉得很累，整天都提不起劲。这不是因为你懒，而是因为发炎让你的细胞能量消耗得特别快。第三个，脑袋常常雾雾的，刚刚讲过的话转头就忘记，记忆力明显变差，这也是慢性发炎的典型表现。第4个，你的健康检查数据开始出现红字，血压偏高，血糖在边缘，血脂也不太正常，这些都不是单独的问题，背后都跟发炎有关。第5个，每次天气要下雨或者气温变化，你的膝盖、腰、肩膀就会酸痛。这在台湾特别明显，因为我们的气候潮湿多变。现在我请你跟着我做2个小测试。第一个测试，把你的手用力握紧5秒钟，然后放开。如果你感觉手指僵硬卡卡的，那就是关节发炎的讯号。第2个测试，慢慢蹲下去1次。注意听，你的膝盖有没有发出卡卡的声音？如果有，代表你的软骨正在每天被烤钳，发炎已经隐
想到你的关节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3个以上的症状，或者测试结果不太理想，先不要紧张，这不是因为你老了，而是因为你家厨房里那瓶油选错了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，还有该怎么办。你可能会问，发炎就发炎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慢性发炎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怕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案例，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，其实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，心脏病、中风、第2型糖尿病、失智症，甚至癌症。这些疾病听起来好像完全不相关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就是慢性发炎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统计，全球有60%的死亡案例都跟慢性发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慢性发炎是绝大多数中老年疾病的共同敌人。你的血管壁如果长期发炎，就容易形成斑块，导致心肌梗塞或中风。你的胰脏细胞如果长期发炎，胰岛素就会失效，血糖就会飙高。你的大脑如果长期发炎，神经细胞会逐渐退化，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最后可能演变成失智症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医学界已经证实的事实。慢性发炎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杀手，它不会马上要你的命，但它会一点一点地拖垮你的健康。但是很多人以为发炎的元凶是糖，是淀粉，是吃太多，其实不是真正的凶手，就藏在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厨房里。现在我请你站起来，走到你家厨房，打开柜子，看看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油，是大豆油吗？是玉米油吗？是葵花油、花生油，还是吊和油？如果是这些油，那我要很诚实地告诉你，你每天都在用发炎油在煮饭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你可以把 Omega-3 想象成消防队将，他们的工作是灭火、抗发炎，而 Omega-6 呢，它就像助燃剂，会让火烧得更旺。在理想的状态态下， Omega-3 跟 Omega-6 的比例应该是1:1，这样身体才能平衡。但是现代人，尤其是台湾人，我们吃进去的 Omega-6 跟 Omega-3 的比例已经失衡到20:1，甚至30:1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身体里面到处都是火，却没有足够的消防队来灭火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太常用大豆油、玉米油这些便宜的植物油，这些油的 Omega-6 含量极高，而且很容易氧化，一加热就会产生更多促进发炎的物质。更可怕的是，台湾人最爱吃的食物，像是盐酥鸡、炸鸡排、油条、卤味，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用这些高 Omega-6 的油去炸去卤。你以为你只是吃了一块鸡排，其实你吃进去的是满满的发炎因子。问题不是你吃的多，而是你吃错了。你以为自己选的是健康植物油，其实你选的正是让你全身发炎的元凶。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真实案例，这个故事让我非常印象深刻。林伯伯62岁，住在新北市，退休工程师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发炎指数 CRP 高达8，是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危险了。他膝盖痛得不得了，手指
早上起来僵硬到卧不起来，爬个楼梯都觉得吃力。我问他平常都吃什么油，他很自豪地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都用大豆油，因为电视上说植物油比较健康，而且油脂少，对心脏好。”我当时心里很感慨，因为林伯伯其实是被错误的资讯害了，很多台湾人都跟他一样，以为植物油就等于健康，但其实选错种类，反而是在害自己。我建议他做一件事，把家里的大豆油全部换掉，改用特级初榨橄榄油，英文叫 Extra Virgin Olive Oil， 简称 EVO。除了换油之外，其他饮食习惯完全不变，连运动量都没有增加。6个月后，林伯伯回来复诊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他的发炎指数 CRP 从8.4降到2，膝盖痛明显改善，早上起床手指不再僵硬，爬楼梯也变轻松了。他笑着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像回到50岁一样。” Missy， 这个案例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：健康不是靠吃药，也不是靠少吃多动，而是靠吃对东西。你只要把厨房里那瓶油换掉，身体就会开始改变。那么，为什么特级初榨橄榄油会这么厉害？为什么它会被全球营养学界称为世界第一抗发炎食物？很多人以为橄榄油的好处是因为它含有 Omega-3， 但其实不是橄榄油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在于它含有大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叫做 Omega-9。还有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化合物，叫做多酚，英文是 polyphenol。在这些多酚当中，有一种成分特别重要，叫做橄榄刺激素，英文叫 oleocanthal。这个成分的作用机制，跟我们常吃的消炎止痛药布洛芬几乎一模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你每天吃橄榄油，就等于在用天然的食物帮身体消炎。美国哈佛大学有很多研究都证实，长期食用富含多酚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可以大幅降低体内的发炎指数，保护心血管，预防慢性病。另外，还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，叫做 PREDIMET 研究。这是在西班牙进行的大型临床实验，追踪了7500个人，结果发现，每天吃超过4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人，跟不吃的人相比，中风跟心肌梗塞的风险降低了30%。这不是偏方，不是民间传说，这是经过40年科学研究累积下来的证据。橄榄油之所以被称为液体黄金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不是所有橄榄油都有这个效果。如果你买错种类，或者用错方法，那效果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完全没用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台湾人最常犯的3个错误。这些错误呢，让你白白浪费钱，还得不到任何好处。第一个陷阱，买错种类。很多台湾人去卖场买橄榄油，看到架上一大排，有的写橄榄油，有的写纯橄榄油，有的写清淡橄榄油，价格又比特级初榨便宜很多，就觉得三该差不多，就买了便宜的回家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
这些油跟特级初榨橄榄油完全不一样，纯橄榄油或清淡橄榄油，英文叫做 pure olive oil 或 light olive oil， 这些都是经过化学精炼处理的橄榄油。在精炼的过程中，橄榄油里面最珍贵的多酚、抗氧化物质，全部都被破坏掉了。你买回家的只是一瓶普通的油，根本没有抗发炎的效果。那要怎么选对呢？我给你4个黄金标准，缺一不可。第一，瓶身上一定要有 extra virgin 这几个字，中文叫做特级初榨，这代表这瓶油是用物理冷压的方式榨取，没有经过化学处理，保留了所有的营养成分。第二，瓶子一定要是深色的玻璃瓶，不能是透明的塑胶瓶，因为橄榄油怕光，透明瓶子会让油氧化，营养就流失了。第三，瓶身上要有采收日期，英文叫 harvest date， 如果没有标示日期，或者距离采收已经超过12个月，那这瓶油的品质就不好了。橄榄油越新鲜越好，不是越陈越香。第四，一定要标示冷压，英文叫 cold pressed， 这代表榨油的温度很低，不会破坏营养。如果这4个条件少了任何一个，那这瓶油的抗发炎效果至少会减少70%，你花了钱却买不到效果，非常可惜。第二个陷阱，不敢用橄榄油炒菜。很多台湾人买了橄榄油回家，却只敢拿来凉拌，不敢拿来炒菜。为什么？因为网络上有人说橄榄油发烟点低，一加热就会变质，会产生毒素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。事实上，品质好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发烟点可以达到190度到210度，这个温度已经足够应付炒菜、煎鱼、煮汤。你只要不要用大火爆香，用中火慢慢煮，橄榄油是非常稳定的。反而是那些大豆油、玉米油，虽然发烟点高，但是它们含有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一加热就很容易氧化，产生自由基，对身体更不好。所以，如果你买了橄榄油，请大胆的用它来炒菜，只要记得用中小火，不要用台湾人习惯的大火爆香，这样就能保留住橄榄油里面的多酚，发挥最大的抗发炎效果。第三个陷阱，保存方式错误。橄榄油有3个天敌：光线、高温，还有氧气。很多台湾家庭犯的错误就是把橄榄油放在不对的地方，让油提早坏掉。我看过最常见的错误是这样的：第一，把橄榄油放在瓦斯炉旁边，方便拿取，但是瓦斯炉旁边温度高，橄榄油会加速氧化。第二，为了好看，把橄榄油倒进透明的玻璃瓶或塑胶瓶里，但是透明瓶子会让光线直接照射到油，营养就流失了。第三，用完之后没有把瓶盖旋紧，让空气跑进去，氧气会让油氧化变质。正确的保存方式是这样的：第一，永远把橄榄油放在阴凉前灶的柜子里，不要放在炉子旁边，也不要放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。第二，不要把油倒进透明的容器里，就用原本的深色玻璃瓶装。第三，每次用完之后，
马上把瓶盖旋紧，减少油跟空气接触的时间。第4，开瓶之后，尽量在3到6个月内用完。橄榄油不是越放越好，新鲜最重要。第5，不要一次买3公升或5公升的大瓶装，除非你家人口很多，一般家庭买500毫升或1公升的就够了。这样可以确保油的新鲜度。你要记住一件事，你现在使用的橄榄油就像是一种天然的药物，你不会把药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会把药罐子打开放着不管，对吧？橄榄油也一样，要好好保存，才不会让它变成普通的油。现在我帮你整理一张表，比较一下台湾人最常用的几种油，让你一目了然。第1种，大豆油，这是台湾家庭用的最多的油，因为便宜，但是大豆油的 Omega-6 含量非常非常高，而且很容易氧化，一加热就会产生促进发炎的物质，我非常不建议使用。第2种，玉米油跟大豆油一样 ，Omega-6 的含量极高，甚至比大豆油还高，同样非常不建议。第3种，花生油，花生油的 Omega-6 含量属于中等，比大豆油和玉米油好一点，但也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花生油的香味，偶尔用一下可以，但不要天天用。第4种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这是我最推荐的油，它的多酚含量高，主要脂肪酸是 Omega-9，非常稳定，而且有强大的抗发炎效果。如果你要选一种油来保住你未来10年、20年的健康，就选这一种。我要特别提醒一下，台湾人最爱吃的小吃，像是盐酥鸡、荷仔煎、炸鸡排，这些东西用的几乎都是便宜的大豆油或棕榈油， Omega-6 含量爆表，你每吃一次就等于在身体里面倒一桶汽油，让发炎的火烧得更旺。所以选对油就是选择你未来10年到20年的健康，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关系到你晚年生活品质的大事。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，关于我自己的妈妈。我妈妈今年85岁，住在台中6个月前，她的膝盖痛到爬楼梯都很吃力，每天早上起床手指都僵硬得不得了，我看在眼里很心疼，就建议她开始每天早上吃一汤池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。她的吃法很简单，每天早上煮1碗热汤面，把面盛起来之后，直接淋上1汤池橄榄油，再加1颗水煮蛋跟一些青菜，就这样每天早上吃，持续了6个月。6个月之后，我妈妈的改变让我非常惊讶，她的膝盖不痛了，爬楼梯变轻松了，早上起床手指也不再僵硬，更让我开心的是，她的头脑变得比以前更清楚，记忆力也变好了。我妈妈现在逢人就说橄榄油真的有效，她还会介绍给她的朋友们，看到她这样健康快乐，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这支影片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，因为我真的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还有你的家人，在影片结束之前，我有3个小小的请求。第一，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家现在用的是什么油？是大豆油、玉米油，还是橄榄油？我很想知道
这样我也可以给你更具体的建议。第二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下订阅键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健康资讯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请求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，尤其是家里负责煮饭的人，因为选对油，不只是保护你一个人的健康，而是保护全家人的健康。最后，我要预告一下，下一集影片，我跟你分享一个台湾人以为非常健康的食物，但其实它会让你的血糖飙升、发炎指数暴增，非常危险。如果你不想错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